大家好，我係天德居士。喺而家咁快節奏嘅社會，唔少人都會喺事業上遇到瓶頸，或者喺健康上出現問題，又或者喺感情上遇到困擾。你有冇試過用咗好多方法，但係都係解決唔到？有可能喺傳統命理中隱藏到答案都唔定。正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啊嘛。咁多年嚟，我都係專注於八字命理、風水術數、紫微斗數嘅領域，一直都幫人喺迷惘中揾出方向。從2016年開始，我就系統咁學習傳統命理，而且融合咗香港同埋台灣地區嘅理論，建立咗一套嚴謹嘅分析方法。喺過去10年期間，我累計服務過嘅人數超過咗3000幾人，服務嘅範疇覆蓋咗情感分析、職業嘅規劃、決策嘅選擇、人生趨勢分析等多個範疇。我服務嘅理念係將傳統命理同現代人嘅需求相結合，幫助人優化家居環境，同埋俾到人決策嘅方向。無論係響桃花姻緣、事業財運定係重大決策嘅方面，都可以俾到中肯嘅意見。咁呢個頻道主要係介紹一啲八字命理、紫微斗數同埋家居風水嘅，幫助你發現風水命理其實都可以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嘅。如果你都對呢啲內容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啊！每周我都會分享新嘅內容，幫助你更好咁了解呢啲傳統智慧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了解嘅話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量抽時間幫你解答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個視頻再見啦！